好，刚才我们提到了眼下的中国人民非常喜爱的茉莉花。为了采访到中国的茉莉花开，2月27日，大批的外国媒体记者再次聚集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一带呢，但却遭到了中共警方的暴力驱散和殴打，有20多名记者受伤。在中共外交部3月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，多位外媒记者针对中共的做法是否符合宪法提出了质疑，而外交部的发言人姜瑜却回答说呢，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。这番惊人之语连日来被外国媒体频频报道，被认为是藐视中国的宪法。虽然说中国的宪法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啊，所以呢，有学者指出呢，中国问题的根源就是没有法治。网传中国茉莉花革命将连续第2周举行，因此27日，大批的警察、便衣和外国媒体记者早早的就聚集在北京王府井购物区。后警察突然设置路障，暴力驱散媒体记者。BBC 驻京记者被警察揪着头发扔上卡车。彭博新闻社记者恩格尔则遭到至少5名中共便衣警察的踢打，随后他被穿着制服的公安架到附近的警察局，他的摄影机也被没收。在北京王府井拍摄这段录像的路透社记者也被打伤。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统计，有16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在王府井受到警方的暴力驱赶，有9家新闻媒体的记者被拘留，时间从30分钟到4个小时不等。他们拍摄的相片、影带和录音资料大部分被警方没收或删除。在3月3日，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，记者对当局的做法是否符合宪法提出质疑，而外交部发言人语出惊人，说法律保护不了人。有的人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，问题的实质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，想在中国闹事。如果是抱有这种动机的人，我想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。 If you actually said what I think you said, which was that the no law can protect people, journalists, I guess. How does this, how does this fall in line with your usual stated policy of being a country ruled by law? 数十位记者与外交部发言人舌战长达1个多小时，姜瑜一副不把国法放在眼里的表现，被外国媒体大量报道。包括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在内的日本各大媒体连续2天报道姜瑜在对外记者会上的新闻。中国社科院退休研究员、经济学教授毛于士指出，中国的问题就是没有法治。你宪法不是规定可以集会吗？这政府又是违反宪法了。所以这个中国的问题就是，这没有法治，没有宪政，这个社会就变成一个独裁社会、专政社会。根据中共官方的数字显示，中国社会的群体抗争事件每年都在大幅上升。2004年为74000多起，到了2008年跃升到了12万起。2009年和2010年索性不公布数字了，但各界普遍相信群体抗争事件仍在快速攀升。中东革命后，中共更加风声鹤唳，外媒记者也相当敏感。这一切都说明了一点，大家都感到中国的茉莉迟早要开花。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小梅综合报道。